主后2022年7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奔跑美好的路程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伫上帝甲特别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，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，我心中欢呼你。着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坚持去传，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。因为时机得要到，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黄耳孔毋听真理，反转趁家己的私欲，耳孔上，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介意听无影食的传说。做事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找用的本分。当我牺牲家己献互上帝的时到啦，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。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，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。义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，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，毋若互我，嘛要互朗总心无已显现的人。奔跑美好的路程。伫基督徒的个别礼拜，上接听到一句话是：迄美好的征战，个人已经拍赢，所着奔走的路，个人已经行完，所信的道，个人已经守掉啦。用安尼来肯定个人对信仰的追求，即句话不只是对个人的推崇，也是对咱的提醒。咱着想看觅，我是毋是有征战美好的征战？是毋是有跑走着走的路程？是毋是有守条所信的道？假使是无，当有一日咱变成个人，若有人讲即句话，咱是毋是会感觉见笑咧？对提摩太后书第4章来看，保罗若像认为伊已经来到生命的尽尾，差不多要结束伫世间的服侍。为着安尼，伊把机会提醒提摩太，着好好谨守家己身为传道人的职分。保罗毋望提摩太持守传扬福音，搁用上大的耐心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教导信徒。毋过，伊也提醒提摩太必须面对遐个拒绝健全的教义的人。这人黄因的耳孔毋听真理，就亲像保罗伫提摩太后书3章4节捌讲过，因简单顾家己，爱享乐，就算表面追求信仰，世界拜师学道，也拢简单是为着要满足私欲，毋是真心要追求真理。身为信徒，咱介意甚物款的传道人呢？是尽心尽力传扬基督真理的牧者，还是传讲符合咱的想法欲望的牧者？保罗劝勉提摩太，身为传道人，必须伫任何情况下拢着谨慎，爱会当忍受苦难，搁做好传道人应该着做的代志，忠心伫家己服侍的职分。做传道人要传扬福音的时，除了本身爱谨守家己的职分以外，咱身为信徒，也着诚做是因是毋是会谨守职分的关键之一。若咱毋是真心追求真理，
只是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算是传道人尽心尽力传扬真理，也是有门袂晓入去的。到落尾，传道人毋是离开迄间教会，就是为着顺信徒的意，满足因的需要，调整家己的方向，直到偏离真理也袂失去。虽然毋是每一个基督徒拢着成做全职的传道人，毋过咱有缘，毋管怎样，拢着传福音。伫信仰上，传道人爱和信徒做伙奔走美好的路程，彼此帮赞，互相激励。伫信仰上不断成长，坚守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共的呼召甲职分。安尼，咱才通亲像保罗讲的，耶和华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。伫上帝审判的日，咱才通讲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，因为咱已经尽心尽力拼了美好的竞赛，着走的路程也已经走完。当咱想要坚持信仰的时，稳重的迫害，亲像天笑风刺，可能会影响咱的判断甲决心。毋过，当咱知影做门徒的确着付出代价时，咱就会亲像保罗共款，就算受迫害，还佫会当坚持信仰。默想，当有一日我见主的面的时，真正通濛心肝安然讲，美好的路程我已经走了，愿你公义的法官赏赐予我无？当有一日我见到主的面的时，真正通濛心肝安然讲，美好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愿你公义的法官赏赐予我无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予我一粒坚毅的心，予我伫奔走信仰的道路，所着守的信仰，拢会当守牢，予我征战美好的征战，尽心走完所着走的路程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